今日呢個會咧，本來係講2月同4月東鐵線工程車故障，兩次都搞咗8個鐘，但係至少可以維持到蝸牛式嘅單軌雙程運作。點知上星期4將軍澳線啊仲大鑊，連隻蝸牛啊都冇力爬，咁啊全線停駛超過3個鐘，成條線要5個鐘先要回復正常。其實就係越嚟越離譜啊！將軍澳線呢單嘢咧就搞到一鑊粥，全線停運咧係一件極之罕有嘅事，所以我咧早前公開形容事態咧就極端嚴重啊！兩件事故拍埋一齊睇咧，表面上嚇營運層咧就係管理層咧，今次係差勁，嚴重判斷失誤。嗱，啱啱都知道啦，要蝸牛式慢駛維持全線服務，同更換新一代嘅信號系統有關。東鐵線就好彩啱啱換咗啦，但係另外4條線你哋都講咗啦，要搞到咧原本係2021嘅，而家搞到2029先至換晒。咁距離今年咧就仲有4年，呢4條重點線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有咩事呢，都係要全線跪低，或者一節冇咗要用接駁巴士出閘再入閘。咁啊，公眾可能都唔記得咗呢件事啦。但係咧，呢個後果咧，我哋今日見到啦。我有幾個問題，第一，點解呢次過海段唔可以轉人手操作22公里慢行？嗱，我睇翻2023年1月、5月、9月嘅觀塘線，2024年嘅2月、11月嘅荃灣線，全部都唔使全線停車嘅。點解今次一定要？第二啦，就算你哋驚青唔敢轉用人手過海，好多原因。咁至少調景嶺到呢個日出康城都可以如常通車，點解連呢一橛都要跪低2個半鐘呢？呢度我先至最興，呢一段係完全冇問題嘅喎，主席。咁啊，第三呢，就係你個工程車，我想問你一個簡單問題，你真係講咗好多嘢。如果聽日嗰個工程車東鐵線個升降台又再出事，你而家係咪即刻可以？做咗啲嘢可以喐走架車。如果聽日再發生呢件事，因為我聽你講咗好多咩研究啊乜啊，我唔知個結果係點。3個問題。主席，我邀請港鐵可以針對性回答。好，楊女士。多謝主席。或者我好快咁講工程車嗰度，咁跟住咧我就將時間交俾阿 Charis 講下，即係當日點解我哋唔可以人手去行過去嗰段咧咁。工程車如果即係我哋喺嗰個4月嘅事件之後，其實都已經作出咗一列嘅預案。係如果係同類型嘅事件發生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哋已經會有方法去快啲將車移離嗰個移離嘅正線，唔去影響嗰個服務。所以就可以話呢，如果再同樣嘅事情發生喺嗰個高台車上邊呢，我哋已經有一啲預案喺手。OK， 好，咁啊好啲。另外2個問題。係啦，咁我就請阿 Charis 講下嗰個人手行車嗰度。好啊，唔該晒議員。咁其實將軍澳線本身嘅信號系統呢，我哋係冇一個單線雙程行車嘅配置嘅。咁如果要即係我哋要咁樣人手咁樣行，其實除咗會大大增加行車嘅時間呢，其實同埋喺即係冇信號系統保護嘅情況底下去使用呢個人手操作，其實都會增加個安全風險嘅。咁另一個好重要嘅考慮，其實係我哋月台嘅配置。嗱，當即係2個方向如果都要用同一個月台的話咧，其實就係唔係正常乘客佢哋用嗰個月台咧，其實上落係有好大嘅風險嘅，因為會導致乘客嘅混亂。咁尤其是將軍澳線係連接住我哋即係港島線同埋觀塘線啦，喺北角、鰂魚涌同埋油塘站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哋尤其是喺繁忙時間會造成好大嘅即係客流混亂。咁所以因為呢2個考慮，其實我哋係當時我哋係唔會行呢個嘅即係單線雙程行車嘅。咁點解調景嶺到呢個日出康城點解要停啊？佢咩事都冇。而另一個咧，即係因為同一時間咧，當日咧，除咗喺即係過海隧道段，我哋有一個嘅跳掣嘅事件，引致我哋冇咗呢個供電系統之外咧，其實我哋同一時間都要處理信號系統咧佢嘅影響啦。因為我哋信號系統有個 fail safe 嘅設計，同一時間咧喺觀塘線全線呢個信號系統都受到影響。咁所以當時其實首要嘅任務咧，反而係將一啲留咗喺即係隧道段嘅車盡快
安排佢哋安全有序咁樣翻去我哋嘅月台度，令到啲乘客咧係可以安排佢哋即係喺經月台安全行車嘅。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當時嘅首要考慮嚟嘅嚇。但冇理由啊，主席，你啲信號系統係分段設計啊嘛，同調景嶺到日出康城有咩關係啫？你過去兩年都係冇全線停啊。我哋其實咧，當我哋即係我哋喺個過程裏邊咧，除咗係要處理架空電纜啦，同埋信號系統嘅影響啦，同埋亦都係即係要安排，即係當時其實都懷疑過係列車嘅受到列車嘅影響啦。咁我哋喺處理完，即係我哋喺逐一好安全、好謹慎嘅情況底下，我哋排查。其實我哋一知道、確定到個原因係個架空電纜，我哋已經即時咧係調配我哋嘅列車服務同埋人手咧，去安排呢個嘅loop service 啦，我哋叫做即係分段啦。咁所以當晚嘅8:30，即係8點半到，我哋就恢復我哋將軍澳線嘅嗰段本身區內嗰段嘅服務啦，我哋。